頭先咪有一些坤哥喺度講到福起來咧，倆節目嘅現場咯嗬。頭先你按頭倆前一趟啊，來大嘴鼓嚟講到嘅也可能面嘅條頭啊，做一定嘅重要咧哦。當然係提倡大家有問題就得打電話哦，到現場來啦嗬。你劉先生啊，當然依個劉大家嚟打嘴鼓嚟回答大家哦。也下呢係從我先來滿到嘅，就頭先來提到嘅嗬，一個面嘅一隻條頭過長，其實用得一度嘅時間咪嗬，買到來行我。一個試驗試做唔得，然就還要引起玩咩嗬？講到廿味啊嗬，可能就頭先提到嘅都偏東廿味嘅，就係最適合嘅嗬，食路啦，韓國做起來嘅一個講到可以用講佢嘅面試各方面全部會較好啲嘅啦嗬。也講到廿味嘅偏東嘅台東啦嗬，台東啦花蓮嘅農民一定要用喺前度嘅。好，如係講一個面啊，如果也有朋友介紹啦，吼，就網絡去尋也就睇訊息嘅時，各農會啦，其實都會推薦接觸，接觸嘅人買安尼來試做，用安尼方式去尋嘅，其實也幾想去現場尋啊，但是因為時間嘅關係吼，冇按到時間去講去尋啊，佢就透過安尼方式去尋安尼面，喺一定機。對的買一些買幾包但是又要考慮到同樣問題，如果也後續嘅供應有好多供應安尼利用冇，所以其實也攏係一定個人親密過程，嗰度要考慮嘅問題啊。接下呢，當然就係講用機嘅方式啦，按樣來，而啲老農民嘅交通也得啊，嗬，係咪透過天花，也係用其他嘅方式去講，我記得嘅用其他嘅咪做親身去到當地撈記得。來講作為隻交通講，我也面我撈唔埋，因為利用一度也係講比如講像而家面係用郵寄嘅咩，嗬，就貼片愛種郵寄嘅一樣嘅。好係，如果講而家都會因為講花蓮嗰邊講人嘛，嗰些有時是透過因為有朋友睇嘅，嗰時會有嘅好朋友都係好朋友嘅，花蓮來撈唔算聽數啊，係會聽數簽啦，嗰啲我哋會可以同我哋咧需求嚇對人講，一定會去簽聽數簽安尼一啲農家啦嚇，啲生產嘅東西，一定對當地也夠了解，嗰啲我哋也唔是安尼做。但是目前如果我哋都希望講，因為5條水路平啊，都係一個水質清好嘅地方，早期嘅也做過種過多一個稻米，師傅嗰度，嗰啲我哋希望講慢慢想講推廣自家入邊嘅產業，可以來自家來入邊在地嘅，講到一個沙器嗬，做得來提供到也種講到也材料各方面，做得自家種出來，也當然就一定好啱好嘅一個水質。講到入面啊嗬，啲米上來就哎呦潛好嚟啦嗬，都喺度台東花蓮嘅也客家莊嗬，喺度潛到一個米做得來做一個。講甜椒咗，甜椒咗咧，嗰生下來也都一定重要嘅，就係應該水源嚟嗬。水源你都有5條水料味哦。頭先講到嘅水質來講，東鮮啊，嗬，有青啊，嗬。如果可能其他嘅所在未有一個水質好嘅啊，嗬。講到也愛做好食咧，一個甜椒咗來講，也水嘅一隻要求來講，上來喺度難。好，一個水嘅要求上嗰個是，如果一般人咧水嗬，唔可以太硬，太硬如果伊嘅礦物質含量太多，如果像我哋煮啲茶有冇煮嘅用以前用鍋嘅嚟煮嗬，煮嗰時唔可以太多嘅嚟茶膏。有，誒用錢朋友係講切架嗬，還係佢用嘅茶乾啊嗬，誒茶壺也掉咗喺煮一個茶嘅時間，上班你就會發現講嗬，嘅大層嘅素菜就會有一啲啪啪嘅種嘅味嚇。因為嗰種都礦物質過高啦，礦物質過高嘅時，伊對伊嘅發酵其實唔係幾好，唔係幾好。所以講到呢嘅愛發嘅時間，有個甜椒做愛發嘅規則嘅過程來講，係唔適合。喺嗰種油槍喺都市內都市講，食啲水因為有經過石頭嗰度嘅含氯嚇，氯過多，邊啊。
提用的时间都是有一个残留的，对微生物的发酵里面唔係個理想。或者伊個其實伊個底部的礦物質含量吼，就適中哈，就你剛才你測嘅一般的標準值哈，如果才差唔多100左右安尼，伊個上下伊個路伊個礦物質。水中固體含量嘅數值裡邊，都差唔多按你數值。礦物質嘅數量來講啊，後尾愛好好嘅嗬，來記即看下嚟嗬，調過多做唔得，調過少咪做唔得。鐵燒伊沒有辦法，伊嘅發酵也會發酵不起來，因為微生物還是要利用一個礦物質，就是你窮用，因為要食礦物質嘛嗬，伊會有按你發酵啦，故是伊嘅需求也是。同人哋年輕用啦，係好估算看下嗬，一個水質嘅部分嚟嗬，你當然做半單叫水嘅水質嚟講都算好嘅嗬。不過熱帶嘅水質，你都想講去前面時節，就係其實菜體嘅全部做嘅得係嘛，菜體佢嘅礦物質都冇超標。唔係，其他有做嘅時間沒有人講，人哋水都帶有適合冇適合，人哋也是也係去賦權啊嗬，主編啊，以前嗰度水源結果測到七格六卡水，點到最好，水就做得最好點最好，因為有水也好，喺利物浦嘅調查時間，一定要調查全城嘅一個用泉嘅報告出嚟講，有水嘅生物多樣性最好。生物嘅多樣性算起來係最好嘅嗬。嗰陣既然伊嘅生物可以生很多，伊嘅微生物一定會生得更好。所以我哋都有按兩個對症一下，會發現講，食材一個水質好，對微生物發酵也當好。古時候發現講，一下嘅水質嘅潛嘅方式啦，嗬，佢一當然自家落去食去看嘛，嗬，看了解做嘅點嘛，講到1個嘅2個嘅，當然就冇問題以外啊，還愛去其他嘅人嘅研究報告啦、調查報告嗬，咩我來看下來對照下，用真啲講。算來係咩？你嘅想法係正確嘅，嗬，亦都米個水質咯，也用鋪盤咯，所以來係知道當然差唔多嘅，嗬。還有一種什麼，都係你嘅權來講，我記得前幾禮拜啊，嗬，有咩有所以上節目嘅營養師咪有提到啊，講下嗬，一個講做一個可能愛發嘅東西哦，一個權做一定重要嘅嗬。你哋嘅權係用係來嘅？我哋權啊，因為人哋一般喺傳統嘅做一個製造嘅方法，都天生天養，就講天生天養也係乜嘅意思啊？就伊哋都權都買嗰種攞嚟做其他人哋應該可能講貝殼，一種曲餅啊，伊也計如講伊哋都伊啲麵粉團。裝好嘅，裝起水，裝好嘅都看下個太自然大下因為人哋空氣裡邊如果有幾多嘅細菌會落下來生嘅一個菌如果用嚟做酒嘅嗰種菌嚇，如果生出來生出嚟後伊都拿一個去發，好因為人哋去發啦，如變成講幾多插菌，有啲係人哋愛嘅，有啲唔係人哋愛嘅。有啲係愛嘅，有啲又係一個人講做唔得，又用唔到嘅，又係講即係講可能對人家嘅做甜酒做嚟講係負面嘅，冇好嘅。原來以為有幾多雜味道，嗰個好米擺做出來嘅菌冇營養，唔做嘅品質都會冇營養。嗰所一個菌咧，一個品質嚟講，對人家嘅甜酒做出來嘅品質。係最一定重要嘅，相當重要。佢3種都當重要。上面如果重要，嗰啲而家嘅橋都我哋如果去各家嚇，都因為而家有商業嗰度商業菌，商業菌。商業咪做係記得做好嘅片咧嗰單純嘅菌菌粉，我哋去調配，調配出人哋一個菌也我哋也試嘅程度。你都係講，你雖然講片咧比例來講啊，嗬，我用嚟去夾，嗬，你都咩吃嘅一嚿，要吃最久，比一個米，還個一個水質來講，一兩種行下嚿就頭。錯，因為一個東西都因為菌嘅東西，一下前種，
压钱做啊，伊个脑部几道球无重要啊，伊个一个球咧米几路同个人重要，一种拳都同一等人，啊米等人无重要。啊，嗰個我用伊 P.R. 多講，我更加發出來嘅東西最適合我嘅目標。也下你愛做嘅也產品，所以講愛發嘅時間，然後結果就發嘅過程當中發起到係咪一個品質，就係你哋愛嘅做。錯。嗰隻伊也個試起來，愛試下多安尼好。啊，如果我哋因為我哋如果要求講甜土愛拉。甜土愛啦，第二要有香土。哦，要有甜土，要有香土。香土地方要有粉，你講我而家有水果米，我有水蜜桃嘅米，還是要有荔枝嘅米。水果嘅米是另個水蜜桃，也係到米是全部就係加壓嘅人講菌。做的有愛用嘅米是咧。如果有淡淡嘅嗰種米是做出來。哦，嗰隻我用某個球，如果做出某個成果，嗰隻我用去調整調到嘅米是都是我哋調香水咁樣。哦，也我哋唔係從直接買叫乜香料去調，係利用一個微生物發酵嘅時間。而且加發好，而且加會自然會產生安尼香味。香味就出來了。嗰隻也個球呢嘅魅力啊，也特別的地方嚟啊。嗰隻做乜也個試過叫，因為也個東西有時改難聽了，因為都同人哋學生意嘅共用。學生意係真係哦，改難聽了嘅一個條件。係錯。哦，比如我見啊，譬如我都一道土，哦，伊會發出某個米絲，啊，一道土唔係講一切都一個溫度哦，一溫度控制前面。可能有啲個夾，但係溫度嗰個啊，喺波一個慢，但係溫度一個大，必形成某個米絲出來，一個容易嘅抒發輸入。真係，乜嘅時間我要乜嘅用嘅溫度嗬，控制到耐，一時間我要一嚿啊，全部啊嗬，做青年講嘅啦，即係經驗嚟嗬，咪講我吃了過吃咧嗬，一啲啱好嘅經驗我見本日透過也節目當中，來留大家來做一集分享咧，係要呢啲嘅咯，應該下條再個繼續來留大家來講到，都有意應該來去看下聊下來。